伊个唔是做厝嘅小阿妹嘅陈晓玲，为到实现自家开店嘅梦想，如去拜师学艺做早店。今仔日睇高雄市盐场区可以一间做船店，唔过想要睇按竞争呢做船市场做出特色，冇按简单咯。伊睇屏东内部嘅大街，都门多屯行人改调位式的铺板，改良做客家煎饼，代替市政风，认真也口味又传统又创新。忙于舒服呀。做船店的调家娘，提铁板内煎开好，又系煎卤皮板，又系煎软饼，就系爱副本饮下式。什么可以压下做到按手术控制所有的流程。其实佢睇佢做船店之前是喺三两处就冇听同嘅人，连食米煮饭都唔要。完全没想过，对啊，可是很有趣啦，对啊，你看嗰度係熟悉嘅人哈，面熱來哦，係啊，都感覺真係唔做嘅東西有人欣賞係咪？安尼講係啊，都該聽安尼，唔係講抽一刀錢。1年前，陳曉玲嘅天愛揾過條路，屯做為10公年內業務工作表現。8年前開始做船店，我想愛睇商鋪一級做船店嘅做船市場，做出自家嘅特色，其實冇按改，就睇亞世界以上多嘅諾斯都行韓記嘅得嚟加入面。屯鋪嘅葉皮刨殼熟悉。屯風從頭變落去邊，再個倒鋪嘅時落去向下炒，一下尾就噴香。有的人唔會炒，米咧媽媽做嘅都冇咁樣。冇伊感覺無米絲都囤嘅嘛嘅啊，古早味蛋餅差唔多嘅啊，係啊，炒過哪個國香啊？炒過嘅鋪嘅時，在爐底位冇炒過嘅鋪嘅時，加底位麵粉、水、卵，囤起攪到圓圓，按你能做得拿來煎，天天呢囤起煎做鋪板。我都只要把它煎的，就是還是有點濕潤感。鋪板能鋪客家種接上外式的美食，就睇陳曉玲的改良下，帶到嘅高雄都會，以下變做船店的客家煎餅，配等小肉、圓嘅，人客就真蠻好食。講冇鋪板，講有蛋餅啊，冇呢，冇店呢都少嘅呢。但我來是，係啊，講我來是鋪板，更加人客路還會講我是鋪板哦，我講嘅合法鋪板哦。是嚟按睇人呢，唔是說個按有特色嘅一個創意客家菜，係感覺尤其喺個西都裏邊可以去到嘛，係感覺可以讓我們想起家鄉的味道。我覺得這個還蠻有特色，我覺得還不錯。特別來朝聖一下。對，特別跟老闆來朝聖一下。客家米做出團業務響用嘅做船店，被培養嘅改道嘅老主顧，從起日嘅食材亂變，被係本人客是嚟為親密嘅秘密武器。它的蛋餅跟一般的完全不一樣，那種感覺就是它的粉不會很厚，還有蛋的香味，它會先煎出那個蛋來，蛋的香味又會就會出來。那裡面它包的餡呢，它也是在事前準備好，炒過以後再加進去，不會說有深深澀澀的感覺，這樣子口感就跟一般的蛋餅啊或是什麼完全是不一樣，所以我才會再來。整個高雄我找不到啊，對啊，誰會做雪裡紅蛋餅？對啊，哎呀，都不會有人做那種，也沒有人在賣鋪板。可是我自從做 IG 之後，客人會說這個是客家煎餅，我就覺得很自豪。其實我們客家人吃很簡單，就是苦瓜煎餅啊，直接沾蒜頭醬油。對，那很特別，很特別。但是我要
先来吃吃看。对，那其实我觉得加给我女儿吃。可以啊，那个其实就。屯來舊個呢年頭，盡做朋友，陳曉蓮不是路屯人他大嘴鼓。我當初做安尼形式的時間，我就想，嗰種朋友啦，我哋都卡吃飯，所以我沒有那麼商業化，我的空間就是比較我自己的風格這樣子，對。啊，也加上剛開始也想省錢啦，所以很多都是沿用以前的東西，像燈路黑啊，媽媽講莫再罰錢了哦，全部都是從我們家搬來的。可能係因為屯人他盡做朋友來款待，陳曉蓮店鋪嘅食材，冇辦法係屯大盤直接買來嘅，係個唔係佢自家做嘅，就係佢親戚朋友聽做嘅。伊講係唔堅持安尼做，生意改革就會做唔落去。累一定会累啊！现在没有简单的工作跟收入了。你没有这样坚持，其实不会有人会掏钱出来。我觉得在这个景气，对，你除了就是东西要漂亮之外，还要好吃，好吃，冇真的个假如再见嘞。對大班都熱成將嘅業務業過來做出點嘅調價樣，數項6到位8隻都限取。陳曉蓮佢係佢唔會吃苦，肯定人他適宜作為鋪板食到按滿足，伊講一種歡喜，真嘅唔係錢買得到嘅。